是我比人较认真，啊，佮为什么我佮比人较歹命？足济为什么？迄个为什么是讲袂出来？为什么？我甲咱讲，迄个叫做啥？因缘果报。因为因先内底就有因缘果报啦，所以咧，你是咧怨叹悲伤，甚至何必到受累，艰苦的劳累。老师就是咧甲咱讲，咱有条件的时阵，咱唔通一直到心伤，咱爱培养勇气、面对、正能量。所以后壁我道理啊，你好起来是说，你是面世间的见面，你是听你的心拢看你听，体温自爱。你听到我了，你刚刚你把这体了，真的是，如果咱的帮助这些讲师讲的，哦，咱若讲伊这个辛苦咧拍算，无伊咱这个辛苦咧拍算的时阵，你到位啊，你这体温之外，你这年龄一切。咱看你这肉体，你这灵魂要离开这肉体，所有一切拢是空的哦。所以老师来讲，道理啊，科学才会受。